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这个星期日的早晨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让我们一同从座位站立起来，用这一首诗歌来感谢我们的救主。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叫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叫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深知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深知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叫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深知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叫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成为了我们的救主，感谢你无条件的救赎了我们的罪过，脱离我们的困境。主，求主你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主你的爱就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内心还有非常多的恐惧，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艰辛，也有很多的软弱。主，求主你能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能够重新的得着力量。主，也求主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主你在我们里面，主你就住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再一次的坚定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是给我们一个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以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他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成为神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神爱世人，甚至舍了他独生爱子，为我们做挽回祭，是罪人的称义。他岂不将万物一同白白给我们，叫万事为我们效力。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你已赐给我们权柄，践踏蛇和蝎，胜过黑暗，权势攻破坚固的营垒。我里面的神灵大过世上的一切，谁能使我与主爱隔绝？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主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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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我们再一次坚定的唱。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你必成就关乎我的。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为我们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来到我们的世上，来
传福音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有多么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主你也是给我们足够的权柄跟能力来践踏舍和蝎，让我们不害怕面对任何魔鬼的挑战跟魔鬼所赐给我们的困境。主求主你让我们更加的坚信你，更加的信靠主你，让我们相信主你的爱，也相信主你的应许，也让我们相信若是靠着主你，凡事都有可能成就。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这样子坚定的信心，一颗这样子坚定的信仰。主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战胜每一次所遇到的难关跟软弱。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只是让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首先我们要攻读的圣经节是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9章16到19节。你们注意来听，我来念。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此时我们请蔡崇英长老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为何要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现在先全部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今天早上听到，其实是我这个礼拜就听到我们的林牧师的眼角膜可能是细菌的感染，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是我们尊敬的牧师，我们特别为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不管你有没有出生，就在我们心里迫切的为林牧师的眼睛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会这样，求求你帮助我们所尊敬的林牧师现在的眼睛也受到伤害，求求你帮助他，照顾他，让他在看护的过程完全得到主你的医治。求你献身怜悯，求你帮助他们，求你。现在主耶稣，当我们听到林牧师的眼睛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非常的不舍。但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大神，你是有能力做好一切医治的功能。求主你帮助，赏赐医师们，给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跟力量，让林牧师的眼睛赶快康复好起来。求你帮助他们的身体，照顾牧师、牧师娘他们，让主里面他们充满着爱及恩典，也充满主你的怜悯及恩赐。求你帮助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昨天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教会看到好像开始要复兴了，真的开始增长了 ，COVID-19 就来。各位记得吗？到我们40周年之后，大家一股热情，我们也到那个阳明山，我们来一个共事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在增长，那时候真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新的会友、慕道友一直过来，然后之后开始疫情就开始严峻，开始限制礼拜的人数，之后甚至暂停。我们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大概都4个人，我跟欧巴、跟林牧师、跟我们的叫思慧哈，我们就这样每天对着椅子在讲道。那种讲道说真的，虽然说点阅率还算高啊，我们没有参加7星中会的那个整个晚上，可是我们点阅率还算高。可总觉得说
做礼拜怎么都是对着椅子在讲道，到底反应怎么样都不知道。终于解封了，然后开始我们的会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少，然后慢慢又在恢复了。当然也没有恢复到以前，慢慢再恢复。可是我又发觉到，这一次，昨天我听到82个哈，就坐在那边。当时陈时中讲说，外来而不是我们，外面进来可能会有50个，我都不相信。我说这么多怎么可能呢？等到我们不是50个，我们昨天是82个。我一听到我说会不会升3级？昨天徐哥我说不会啦，因为这是欧米孔，大概大家一来疫苗都有打了，二来比较控制得宜，大家口罩戴好，理论上不大。那我们教会的礼拜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只是不要太群聚，不要口罩不要脱下来，不要脱下来就不能吃东西了，不能吃东西。但是人力会比较少。可是我相信，上帝总有他美好的意思在，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他的意思在。因为我相信，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好好的来，你们每一个人，我从你们身上我都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虽然现在华语礼拜的人数少，但是我有信心，而且那个声音很清楚的告诉我，后面那天一过，这个教会就要爆发。我们有我们的方法，请你们提醒我一下，我有做一些表格，等一下你们到上去的时候稍微填一下，让我收集一下我们教会未来的走向，有一些意见。我们有一些美好的计划，在神旨里面，我们要好好祷告。等疫情一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增长。我刚才还跟那个我们的欧巴在谈，我去过的教会。盐水教会是70-80，从新生教会来讲70-80个人，到大关教会差不多100个人，到盐水教会70-80个人，西安教会也是70-80个人，到湾里教会的时候剩下20-30个人，到那个七堵教会跟暖人教会也都人很少。可是现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关是400个，新生是400个，盐水是200个，那个湾里教会是100个，也就是它最起码不是倍数，而且是好几倍。我相信我们中教会也会。各位觉得说心理上虚虚的，会不会呢？绝对会，因为成功的在神，不是在人。但是我们要准备好，我们就在那里走诗嘛。那等会耶和华的，他必如鹰长出善藤啊，他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礼拜3有一个幸福小组，我们很多长子都过来，我觉得他的心是热的。但是我不否认现在有没有办法做幸福小组，没办法。可是神有他的旨意在，有一天告诉我们在做，我们就爆发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准备。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保罗先讲这句话，有的人觉得说，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讲，这不合理嘛，不传有祸了。这个什么，好像在拜妈祖一样，不传有祸了。那我非传不可。这个，但是如果你跟耶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到那一种你不传福音的那种心里的难过，你会觉得说那个祸害，而且有一天你会没办法跟主交账啊。这样我经常在讲这个事情啊，我的生命不晓多久。但是有一天我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能不能交账？我能不能跟上帝讲说，我都努力，我都尽力了。昨天听到一个消息说，翁启慧先生的案子又被驳回。那早上我就会比较晚来，是因为一直在联络，那就觉得很不服。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没有公义，但是我们尽量去争取公义。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失望，我们也不要丧志。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很简单嘛，大家都会嘛。什么传福音就是告诉耶稣嘛。但是什么传福音呢？其实传福音很重要的是见证。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德恩兄也自己讲说见证。我们到复兴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会在身上发现很多的见证，到时候见证都讲不完，而且还要排队。礼拜才半个小时给你们讲见证，是一堆人要讲着去那边讲见证，因为心里火热，我非讲出来不可。什么叫见证？你生命的改变，要让知道上帝的关系，活出他的真理，就传福音。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媳妇那听说1年之内都是新媳妇，过年之前你都还是新的媳妇。
媳妇是过年之前都还是新的媳妇。婆媳的关系，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先事先告诉你，婆媳关系本来就不容易经营，但是有的婆媳是像姐妹一样，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本身活出她的见证。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岗位都一样。那天那个阿秋传过来那个玉芳的那个 Simon 跑出来的那个第一个镜头，就是你的那个是家务嘛哈，教的影片，我觉得好高兴。我们终于不是终于，我们有人为了这些公益的事件，我们去付出。我不高举个人，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你的岗位上，你真的去付出，传为见证啊。那知道我们现在慢慢在改变了，他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好的。以前大家对基督徒非常讨厌，我讲话会录音出去啊，我也不怕，这是真的。以前监察案，人家一提到基督徒，根本不敢讲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是凶巴巴的刺猬。现在他们都觉得，基督徒不错，真不错，最起码任劳任怨，最起码在默默做事。我们都说苦守寒窑，但不管怎么说，帮助人能够透过耶稣享受丰盛的生命。那多重要啊！在你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是见证啊，这就传福音呢。我们为什么要有幸福小组？那幸福小组就是把你的最好的亲朋好友找来，在我们的目前的联谊之中，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信耶稣这么好啊，这么温馨啊！你刚开始会不会怕？会怕啊。我记得我到新人教会、到大王教会那时候做小组啊，是很多人反对。我觉得我们教会啊，真的是我所看到里面唯一不但没有反对，而且都还来参加的。以前他的长子都反对，说我们现在做礼拜做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大家都怕麻烦。可是耶稣有怕麻烦吗？如果耶稣怕麻烦的话，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出生，我就为你们受死，他就在那边等到时间到了就被钉十字架，那不就结束了吗？他为什么还要在3年多上四处流浪，餐风夜宿的，没有枕头可以靠的地方，一遍一遍的把天国的道理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因为他是一个使命感。等你有享受这个使命感，你就会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你就会非常的高兴。不传福音为什么有祸了呢？那么因为没有听到你里面的呼唤，就每一个人，这个好像不太清楚，我没看，就你里面会有一个声音，你要去传福音呢。不是长子才是传福音呢，不是同工呢，是每一个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这么好的东西，你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呢。你每一个人，因为要听到外面的呼唤呢，要听到外面很多呼唤，很多声音说来跟我传福音，来跟我传福音呢。你们会看到什么？你们有时候不理外面的呼叫，外面在呼叫，在地里面呼叫。你告诉我的兄弟们，叫他们一定要来传福音。传福音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你们会看到什么？我们藐视上帝的呼召，所以以赛亚书什么讲？我要差遣谁呢？谁愿意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为何不传福音有祸的？因为不理顾里面的呼唤。保罗先生讲过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哦，体贴圣灵的是生命，是平安呐。我们有时候太体贴肉体，下大雨。那时候我刚开始出来牧会的时候，都最怕什么？下大雨，刮大风，来礼拜的人很少。最后才发觉到上帝很好玩，人家下雪都来礼拜了，何况下大雨？我记得这次我们在报佳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看天气怎么样？结果阿秋不是破一个吗？下雪都在报佳音了，结果只有阿秋没有来报佳音。没有看他的意思有事了，这不能怪他。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敬拜上帝是不分时间，否则在北极跟南极就不能敬拜上帝了，冷死了。你看那个在欧洲，那个仁祥在仁祥现在跟那个先生在瑞典，4个礼拜，4个月都是黑暗的永夜，那就根本不要做礼拜了。4个月休息，先休息4个月，再8个月再做礼拜。我们要轻忽外面的呼唤。当时保罗先生
他要到特罗亚，圣灵叫他到比推特，他没有接受，然后他要特罗亚，圣灵说你不能去。突然半夜做梦，听到有一个人的马其顿人来帮助我们吧，这就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唤。保罗现在二话不说，上帝说叫我去马其顿，我就开始去马其顿。那个地方是欧洲的大门呢，没有任何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哎，他就到马其顿去啊，先到腓立比啊，是马其顿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啊。碰到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吕迪亚，从一个家庭哎，一个妇女的家庭哎，在那个时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现在还讲究那女男平等啊。平权的观念，以前的妇女在那个时代啊，不要说在那边啊，在全世界妇女都没有地位。我不是在故意跟姐妹讲，结果他既然是卖个紫色布，卖紫色布通常是有钱人。吕迪亚进入他的家庭，在那边传主耶稣福音的福音，全家得救，开始建立腓立比的教会，这家建立起来啦。从一个家庭，我们现在不止一个家庭我们现在有很多家庭有什么好怕？不要怕，后面那天过了，教一点复兴，因为这个信心啊，我们有方法，上帝会圣灵带领我们这样做。你不但不要怕，有一天你会发觉到心中非常喜乐。看到哥尼流非常有名吗？他是一个百夫长，哇，他非常信主，非常虔诚，也非常有权势。有一天做梦，圣灵跟他讲，你要去约帕的地方，找一个称为西门的彼得，你找他来跟你讲这些道理，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同时，彼得中午去祷告，突然魂游向外，他的灵魂突然，我们说灵魂出窍了，魂游向外，突然发到天开了。有一块布下来，绑着4角，绑着里面装载了很多所谓犹太人不洁的东西啊。他那时候肚子饿，装着不洁的东西，主啊，不能吃啊，不干净啊，像恩友教会一样都是街友啊，不干净，没有钱啊，这个主啊，这个不好啊。上帝说拿去吃，第二次又降下来。又是这些不洁的东西，这是世俗的东西，这个不能吃啊，这不对啦，不能献祭，这不能吃啦。所以说拿去吃。第3次又降下来，彼得很奇怪，彼得每次上帝跟他讲都是3次的，不是只是3次，你爱我们也是3次，又降下来，到第3次降下来，彼得突然看到那个哥尼流找人去找彼得。也是3个人，说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在这里面的哥尼流是你们，等一下我会讲哥尼流，真的是你们会知道，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要有小组啊。哥尼流的事情，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哥尼流做一件什么事情，找他的亲戚朋友全部过来听彼得讲道。我们看到阿伯的那个太监。他在那边看圣经看不懂，那怎么有一个弥赛亚会过来？腓利那个7个执事之一，上帝差遣他到他们去跟他讲解圣经，当场受洗。所以有时候上帝在运作，你说我可能不会，但上帝告诉你，突然你跟一个人讲，突然你跟一个人讲说，信耶稣很好，很快乐。突然跟一个同事在聊，他心里很悲伤，哎呀，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不会了，信耶稣啊，什么事情都耶稣帮我们，当着我们快乐。你带我信主好不好？就像我现在一天到晚被责怪，我现在台东那个女的庭长一天说，院长那时候你怎么没有带我去信耶稣？信耶稣这么好。有时候我想一想，对了，是我不对，我一直谨守那个公司的分际。你为什么没有带我信耶稣？到现在都还在责怪我。有时候打电话还会说来跟我讲一下之后，就是你看信耶稣多好，我又组了一个宣布小组了，他已经是一个第17组了第17的宣布小组。因为下面的呼叫啊，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一个人财主是
每天满脑常飞，每天大吃大喝啊，饼干屑掉下去，拉萨路才在下面捡他的饼干屑啊。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富有的人，一个是非常卑微低下的人呢。结果呢，拉萨路被亚伯拉罕带到天堂去，就看到妇人在下面。拉萨路啊，可怜我吧，给我一滴水吧。那时候就说跟亚伯拉罕讲说，我们给他一滴水吧。他说2个是相隔的，那根本达不到那个地方啊。妇人讲说，既然我喝不到水，我好苦，我在地狱好痛苦。你能不能去告诉我的兄弟姐妹们，叫他们要信主？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能不能告诉你的亲戚朋友们，叫他们要好好信主啊？下面在呼叫啊，有时候我们描述上面来的呼召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叫你们要普天下去，讲给万民听。主耶稣基督还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72个，有人说70个，那个翻译的不同。两个一组啊，做什么？去传福音呢。我记得我到台南的时候，那时候灵粮堂刚过来，要在台南设据点。台南那时候没有灵粮堂，他们率4个传道过来。那时候我们就在开会，他们说，这样好了，分成东西南北，每个人带着福音传单，挨家挨户敲门。你有没有信耶稣？我就什么，南门教会的他就跳过。你有没有信耶稣？信耶稣干什么？能不能借我几分钟讲话？就被赶。他们说10家里面大概被赶9家，顶多有一家接受而已，没关系，就是那一家。慢慢跟他谈，他不是讲你叫我会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会下地狱。他们从来不讲这种话，慢慢讲。我信耶稣，心中充满着喜乐。我看你好像愁眉苦脸，你家里我不知道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放心，我们祷告，我帮你祷告以后，下次我来找你，你看你怎么样？他就帮他祷告。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事情，你知道，解决他的困难，帮助他，让他能够安然度过，让他心中充满平安喜乐。他们说经常祷告以后，看到那个人在开始流眼，流泪满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家里发生很多事情？我真的现在你祷告完之后，我心中觉得很平安呢。下次再去找他，你告诉我多一点好不好？”灵粮堂现在的人又开了安平灵粮堂，现在台南已经2家灵粮堂，人是还要好几场我经常做一个梦，所以有一天我们中心教会是好几场礼拜，要做礼拜之前还要排队。各位，如果你去台北灵粮堂，你去礼拜看看，它有分场还没继续之前要先去排队这一场第一场完了，第2场的人在外面排队，这一场的人从这边出来，这一场的人从这样进去。我们教会虽然小归小，还没有坐满。我下个礼拜要去新生教会，他们就说他们要跟我研究这个问题，还要请我先去吃个饭，好好大家来讨论。因为这个牧师他们也蛮有心的，我很高兴可以啊。再一次让新生教会看能不能恢复到400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时哥尼流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吧，第27节到第28节说，彼得和那说着这话的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第9章，彼得行传第9章，见好多人在那里聚集。你想想看他找一个彼得先生他接到圣灵的启示，要到那个白种的家里，哥尼流的家里的时候，哥尼流听到他要来找了好多人呢。这些人都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我告诉你好消息，今天有一个彼得过来，那个是先知他很好他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过来你过来。他们就找了好多人在那里聚集然后之后我就听彼得讲，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里面，在8周里面，你会找过人过来，然后在一个很轻松、很快乐的气氛之下，让他感觉到信主的人每个都这么快乐。
都这么的快乐，这么幸福，然后他们慢慢愿意去追求。有的人就节制受洗，有的人虽然没有节制受洗，但是他已经开始接受耶稣。我们要做什么？神的追账，不传有祸了，神会跟你追账。以西结书说：“我宣布一个邪恶的人一定死，你不去警告他，他们会沉沦呐。如果你不去警告他，这个人固然因为罪死亡。圣经有讲一句话，你听起来会不会怕？他讲什么？我却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呢，你没有传呢，上帝跟你追讨他的债，会不会可怕？有时候我经常问上帝，我有没有做得足够？尤其在监察院，他们说要开始现在监察开始要成立查证小组了，开始要有一些小组了。现在监察院的好处是没有人会阻拦的，开始可以做一些属灵的工作了。时间多久？4年啊！我进监察已经快将近第5年了，慢慢的已经看到那个成果出来了。而传福音的责任啊，哥罗西告诉我们：我若甘心，我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我离开七堵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是想休息的。若不是吉安来找我，我真的不会到中间教会来的，因为我想休息。它的好处是什么？我这个月到新生教会讲道然后一次到城中教会，一次到大安教会，就这样轮着。这个讲道有一个好处一边讲道可以讲了好几个教会，然后不同的版本而已。我现在今天的话是从创世纪开始，慢慢，都有一个程序来，尤其台语的时候，今天就转那个创造跟重生。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们很少人把它连接在一起。我们只是在把圣经拿到3节出来开始解释圣经。我们慢慢要进入到我们的真理。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友人、对我们的族人、对那个未得之民，大家解释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向每一个人去做传教的工作。我们有选择权吗？其实我们没有选择权呢。甘心，我们有赏赐；不甘心，我们有责任。在座的各位都一样。你说没有啦？那个长老才算呢。欧巴，你被选为长老，传福音就是你的工作，跟我没有关系。错，他只是加重他的责任。大家都有责任。不甘心，你有责任。这好累哦！我的工作是这么的累，上帝啊，你不要再这样折磨我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来领导。那当初以色列人就去跟撒母耳讲说：“给我们立个王吧。”撒母耳因为2个儿子也不争气，不能当士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们说：“我们不要士师了，士师是什么？是兼职的，真的有需要才会找士师，其他的没有一个王来领导我们，这个没有秩序，给我们一个王吧。”撒母耳跟耶和华讲说：“上帝啊，他们讨厌我了，他们讨厌我。”上帝说：“不是，他们是讨厌我，所以他们希望王，给他们立个王好了。”以色列立王之后，乱七八糟，流离颠沛，因为违反上帝的旨意，最后灭国。现在我们大概没有王，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国王大概都是做那个虚位的元首。但相对以前的国王好有权威，大家都希望服从权威，有人带着我们权威走，我们自己不走啊，因为我们希望权威带着我们走。但是我们想想看，思考耶稣在世的是怎么作为？耶稣是王吗？没有他不是祭司他不是法利赛人，他不是文士他讲的话搞不好还没有人听你懂个什么？是个木匠的儿子，还有什么好懂的？我们何必怕你？你讲的话是到底对不对？但是我们回想看看，耶稣升天的时候跟我们怎么吩咐？你们要去召万民你们要去召万民来跟他们受洗归圣父圣子是你的名下，我所教训你们的，你要吩咐他们守我就跟你们在一起，直到永远，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要给我们应许这是一个赏赐会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要去召万民来你要去召所以传福音有没有赏赐？有保罗先生说：“我传福音是要让人家得到免钱的福音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免钱免钱
上贵，勉强好像不稀罕呐。你看一个世界最有名的大提琴，的小提琴家，如果站在那个纽约车站的旁边拉了一整天的琴呢，赚不到几块美金呢。他只要到那个卡内基的音乐厅一拉琴呐，一张门票就抵得上，他比他赚1个月还多。知道吗？有钱的才算数啊！有时候我们都崇拜有钱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奉献给教主啊，奉献一堆钱，所以教主很有钱，很有钱。我教主很有钱啊，是他教主有钱啊。然后呢，我们有没有得到生命的得救？没有所以那传福音的赏赐是什么？对保罗先生讲说，只要多得人就是赏赐。所以主耶稣在召彼得的时候讲一句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呀。今天。如果我们的华裔教会，我们的华裔礼拜坐满了，台语教会全部都坐满了，甚至我们要再加开机场，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赏赐。我再讲一次，今天是因为 COVID 那天，我知道很多人不敢来，但是如果过了以后，我们是满满的人，对我是最大的赏赐。上帝就夺走我的生命，我都高兴。我的太太经常跟我讲一句话，也许我在讲道中，上帝就把我接走了，我也高兴啊。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赏赐，那是一个很大的赏赐，那是什么收割的喜悦呀、他撒种的，你看那种，你看到当时我大观教会到400个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应该离开了，根本不礼拜到礼拜7好忙哦。但是看到教会每个人那么热，那个心里的喜悦，每次做礼拜哦，那真的是高兴的去做礼拜。只是比较烦恼，说今天到底谁做见证啊？要怎么去摆平他们？每个都会先跟你讲说，蔡长老，我要先跟你预约了哦，我要做见证啊。可是有人已经抢椅子坐在那边了，这个礼拜他要来见证，所以只有烦恼这个，其他都不烦恼，因为所有的敬拜赞美都很高兴，这么的见证，这么的。整个的礼拜，大家都满满的好高兴。礼拜完之后，大家都还不想走因为不要赶快把他赶走，因为还有第2场。这些人又不走啊，所以赶快最后到后面的那个幼稚园的空地啊，去摆桌子，把他赶到那边去联谊啊。你不把他赶走啊，人家别场的根本没办法进来。所以一直在想，有一天我们中基教会会不会说，等做完礼拜把他赶到楼上去，让第2场的进来？那就是我们一个很最大的赏赐。那么。有一首歌，这个人非常骄傲，我非常看不起这个人，但是我非常崇拜这个人。他做了一首诗，大家都很熟嘛，《歌谣》，就像是我们台语的国歌。我的一生嫁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啊到。你顿留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当然有2段，但是我第一次在差不多14几年前的听这首歌，那时候还没有江蕙唱。他在一个电视节目唱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说有这么感动的歌词，把人生写的几句歌词里面写的这么淋漓尽致，非常的美。但是之后看到这个人讲话非常的臭屁，之后吸毒啊，之后上电视啊，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啊，没有人逼我行啊，我一辈子玩女人玩了一大堆啊，你会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啊？当我很生气的时候，最近我看在座的，我想大部分都看过了。他突然带他的女儿唱一首歌，帮我点一下，好吧？帮我点一下，我唱一首歌，好。你们也准备要来带歌了，来帮我点一下。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也应该晓得，他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帮我把声音大一点。那今天他来到现场，他不是一个人表演哦，他是带了一个可爱的女生一起来。所以呢，他现在已经站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个人觉得全新的郑敬一大哥。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你，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你，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Yes, Jesus love me. Yes, 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you. The Bible tells me so. 脸跟这一张的脸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这是他以前的脸，面目狰狞，一份世界都欠他的感觉，一份就是那种浪荡不羁的感觉。可是我们看到另外这个脸是什么？刚才看到的脸是一个真的是为了主而活，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来回想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再一次从座位站立起来，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浇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异象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
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站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你所赏赐，让我们为你的福音，我们去广传，不为任何的艰难，不为任何的困苦，让我们站立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靠着主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怕疫情的困扰，我们要的是你的福音广传。主，求你接纳悦纳我们，我们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依然站立，我们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爱。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唱奉献诗歌《新圣诗303首》。请坐。报告的事项，我们一起翻开周报。我们先来背诵今天的金句2次，请。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哥林多前书9章16节。那下周的主日圣工轮值表，请弟兄姐妹预备行。报告的事项，下周主日1月30号是客家宣教中会开拓关怀主日，那请大家为课中的开拓宣教祈祷以及奉献。那第二点，今天的下午的妇女暨夫妇团契的聚会的主题是台湾咖啡，有邀请洪一中弟兄来分享他的信仰以及咖啡，请邀请兄弟姐妹们一同的来参加。
那第3点是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的联合庆典礼拜，是预计举办在3月6号的礼拜日下午2点到4点，地点是在台北和平篮球馆。那从即日起开始报名至1月30号为止。那欢迎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来参加。那肢体交通以及代祷的事项，我们一起为了全球的疫情还有台湾的疫情能止息来做代祷。那也为了教会推广福音以及关怀事工等等的事项，求主能够兴起更多的同工参与服事来做代祷。我们也为了林牧师的身体以及他的眼睛能早日康复来做代祷。另外也为了林永佩、林长珍、陈慧君、林丽雅、林一红以及林茂兴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以及工作等事项一起来代祷。那这时我们起立一起来为了以上事项来做代祷。现在主啊，孩子来到主你的殿中，主啊，就求你，我们来一同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能够平息这全球以及台湾目前疫情的流行，主啊，就求你能够让我们能早日恢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主啊，但是求你无论让我们在疫情盛行或是没有疫情，我们都能够依然背起我们传扬福音的使命，让我们能够不寻找任何借口，让我们能够背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传福音的责任。主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现在能够依然齐聚在主你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你，一同的来赞美主你。主要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林牧师的身体以及他的眼睛来为主向主你来祈求，就求你能够亲自的来医治他，用你医治的大能够降到医生，能够降到他的医生的手上，能够亲自的来医治林牧师。所以我们也为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求主你能够持续的来带领与看顾。感谢主，我们也将我们的祷告献上，求主你能够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请持续站立，我们来唱颂龙诗歌信圣诗392首。颂龙完后，请蔡长老为我们做祝祷。赞美一生王子之愿，天下神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父子神灵，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安慰、保守、扶持你们，特别跟在生病中的李牧师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今天我们也特别欢迎佑丽来，看到佑丽来，所以声音应该会比较好听，拍个手。佑丽参加我们台语礼拜，好不好？来也帮我们献诗。那我们大家互相，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我没空，现在他很有空了本来是我没空他现在已经空进来了那空隙他已经钻进来了。昨天82个。这下个礼拜是个很严峻的一个很严峻考虑，所以各位讲话稍微保持一个距离，好不好？那口罩戴着，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防备一下。那后面有酒精，稍微大家随时去稍微喷一下，洗个手来，我们互相内力教育一下来。